转由台北报道。金蕉是好食高营养的果子，即马除了种伫咧园里大大丛的金蕉树以外，嘛有一种三笑金蕉会当种伫咧室内做观赏的食物，真好照顾。而且毋若看水尔尔，佮实际会当结出一喙大细金蕉。黄金金的金蕉，毋若营养佮好食，也佮会当做真济加工食品。就连青的金蕉，嘛会当用来做料理。毋过即马也佮有一款细丛的金蕉，会当种伫咧壳仔内底看水。第一个，它可以净化空气；第二个，这个香蕉的高度呢不高，那在室内的这个时间呢，绝对可以超过半年以上。好，那每天呢给予一点水分，只需要窗台边的一些微量的阳光呢，它就可以长得非常好。这就是台湾金蕉研究所所培育出来，大约100公分悬的三笑金蕉，做室内观赏食物，好照顾，佮会当改善室内空气。如果你想要让它结果的话，记得把这一个盆栽拿到户外去，换个大的盆子。让它有这个光照，我们就能够顺利的抽穗，还有结果。另外，若是选去种伫咧户外，嘛同款会当种出细条芳甜的金蕉。研究所希望这款金蕉会当互大家亲近食物，为生活办公环境带来放松的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